今日呢，我邀请到练习生。大家好，我是楚婷，嘛会使叫我阿婷。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秀英阿姨，你安尼全台湾找无在的啦，教主够高气。我嘛无想到讲吼，我有一天会变成 YouTuber。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伫咱一般的观念内底，常常咧讲，什么身份都爱有什么款。像我即马来到学校，所以做学生仔都爱有学生仔款，就是爱认真读册，啊，搁吼爱学习一寡做人甲处理代志对的态度。啊，毋过老实讲，我细汉时阵有够热的啦。阮妈妈吼常常拢甲我骂咧，讲你吼粗粗鲁鲁，拢无一个查某囡仔款。查某囡仔款，我就咧想讲。人生无同的阶段，都一定要有迄个款吗？所以咱这回人生下半场的练习，就是要来学习一寡无同款的态度，啊，搁要来练习较无同款的下半场的生活。进行阿伯，楚婷小姐你好。哎呦！大能哎！你今晚在播音哈，一般对，监督学生的水中的安全，要确保他们能够安全的上岸。一般的游泳池，它两旁会有那个高架台，救生员就坐在上面。那我们这边就等于是高架台，会很清楚，因为它会溺水的话，它不一定是在你前面溺水，有时候在远的地方溺水，随时会发生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救生员在那高处的话，一看就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掌握全场的那个状况。是。那现在这一群孩子在游泳，我看他们游的有够专业呗，这是不是一般的同学吧？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游泳队的。对呀。每一个都游得比我好呢。但不一样，救生员你伫家都是要照顾他们啦，就是爱搞跨头跨背，他们的安全。对对对。小时候。经常就偷偷跑到河里面去游，回来就准备吃甘蔗。那你讲起来，您算是在人生下半场圆了救生员的梦吗？是，也可以这么说啦。是哦。那您平常工作除了在这里，是不是会四处巡？会。那我待会用我的手机记录一下您平常工作的样子。今嘛咱要对志行阿伯骹步，来看伊平常时救生员伊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泳池是露天的，有时候会树叶啦、灰尘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会有这种捞网，可以捞泳池里面的树叶啦、那个垃圾这些的。这个是我们人工吸尘器，盛在那个池底的垃圾，还有那些污垢、那个青苔啦，这些很累。这整个池子吸完要1个多小时。是。
伫咧游泳池上重要的是不是这个物件？救生圈。对，这是我们游泳池不可少的。我们救生的那个第一个要点，说自己绝对不能第一时间跳下去。一个人溺水，你下去救人，救起来还好，没有救起来变成2个人溺水。好，我们不要制造那个事件的扩大。加油！大家有看到无？伊的喙，啊，都伊的手。头拄啊，之前阿伯你已经顶袂掉啊，使出绝招对无？有，这就是你上你发现内啦。哎，所以讲哦，是，伫咧咱游泳池食吼，哎，学生啊拢顺利、顺速、安全无虞的状况之对，下，这是第一个目标。对呀，啊，你就可以哎稍微练一下安身尼。体热一热，动一动。是啊，而且因安尼读水啊，他们这样会不会给你一点灵感 ？B-box 的灵感？会哦，他们打的都很有节奏的在打。有时候会你会跟他们在一起打，一起动啊。他们踢动脚，我动口。大家好，你好，会晓讲台语无？好犀利！好犀利，这3个字是广东话哦。哎，你讲我吗？你哪会这善良？你一定足够受水的哦。教练嘛是咱这个学校毕专业教业的吗？不是，我是高雄人。你高雄人啊来屏东遮教册。啊，我借问一下吼，你平常时敢会知影志成阿伯伊有一个绝招？我知，你知影吼？啊，学生啊知影无？学生嘛知，因为学生拢会甲我讲。你有听过伊 B-box 无？有啊，所以你受水的时阵边仔拢有节奏的对啊。今仔日要做伙合作一下无？好啊，真的吗？现场表演。好，安尼我问恁，恁这个年代敢有有咧唱好歌？哇，来，预备备，去！我们是时代的青年，我们是社会的栋梁。今天写歌在一堂，明天要担负起天下的兴旺。同学们，相亲相爱，自立自强，把温暖过程的光辉发扬。绝对摕金牌的，绝对摕金牌的，多谢。还好吗？还可以啦，而且每天练的都很像疯子一样的，每天都哔哔啵啵的。好，那上次的问题哦，上次的问题比较属于是练旋律好像有点不太熟，所以节奏好像跟不太上。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请粽子来帮我们唱主旋律。很好。我们要做圆形的这个。即马是咱志成阿伯，伊咧上个 B-box 的课，啊，看到正手边这位沿头上少年家是伊的老师，叫希元老师，啊，倒手边这位美女是粽子老师，嘿，啊，另外大家有看到，伫咧迄个志成阿伯，嘿，后壁迄是志成阿伯爸爸，有了是阿公，听第一小段。
年轻所在会以上。 Go， 很好。放松。好 ，OK， 好，你要放松一点。对，因为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音乐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有点慌张，可能就分心了。对，所以你要保持放松，你才有办法专注在音乐，享受在音乐。我问一下哦，长久可以到这个阶段的话，有这个抗战，大概要练多久？这个程度哦，年轻人差不多8次上课，可是他这样差不多要3、4个月。年纪越大的人，就是可能会用想的去思考节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呢，通常要用身体去带动这个节奏。所以我讲，你卖修这，你可是棒伤，你有用身体跟上律动就好了。可是有时候就是会害怕。是可是我就慢慢的越来越好。在老师你的经验来看，咱这型阿伯安尼算是有天分的吧？哦，有。那我想问宇文老师，是。要是阿公真的有兴趣，也可以来尝试吗？也可以。真的哦，阿公今年几岁啊97了，97了。 97岁啊，97岁啊，阿公厉害！伊是第一届安尼伫遮看你上课吗？第一次？对。哦，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唱这个？用听的就好了，是不是？啊！站起来，把身体打开。好，我们等一下就是在做节奏的时候，身体稍微有一点律动。很好，很好。好，那我们搭配音乐。 看似简单嘛，就是咱嘴安尼啪啪啪啪，但是有足侪美家己来对，无唔对。所以这型阿伯，为什么你也对这有兴趣？最先是参加了那个县政府的人声乐团，然后第一次接触到于元老师，有上那个B80的课我就在县政府就报名了，第一次上了2节课8年前，8年前，被当正经啊。对，然后这个8年就没有接触到 B80。今年年初的时候，于元老师他就遇到我，他说：“志成阿伯，我可以教你B80。”因为我之前在研发乐龄的课程因为我感觉这个B80的课程，我觉得不是他年轻人的市场，对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很好，因为他的肌肉可以去加那个嘴唇肌肉，我们讲说这个口腔里面的肌肉都可以训练到。所以安尼听起来就是讲，咱的身体就是咱的乐器，比如讲，大鼓的声啊，小鼓的声什么，对不？是不是安尼的概念？你头先有讲到，那练这 B-box 就是互咱练口腔的肌肉，棒训练顶上，口腔、舌头，还有舌头灵活度。对哦。其实最难的哦。咱今日就是爱把这条歌练起来。这条这条。继续，我嘛来边仔学几步的安尼。还是我教你一个简单的节奏。好啊。这样转换最难的。哎呦！你可以学哦，你可以打击，人家是有。哎呦！安尼你有天分老师，我已经观察了。体力可以哈。可以啊，OK。这次就是从中间的主歌开始，然后到结束。我真正感觉我甲迄
个音乐声，啊，搁迄个粽子老师的歌声合为一，合在一起哦，是这个感觉就对啊吗？是哦，安尼我有听到啊，哦，就是玩乐的感觉。下课啊，是不？我英阿妈还有课呢。是阿卡贝拉的课。不是，伊是一个客家的南山乐舞团。这间就是阮南山每礼拜底下固定团练的所在。这是我们的团员，嗨，你好，你好啊，太家好，太家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优秀的团长。哦，团长你好啊，是不是最近要表演了，对不对？对。对啊。明天要表演，今天就是最后最正式的 rehearsal 的对啊。哦，了解。好，那就先不打扰你们的团练，欢迎。谢谢大家。我们先走一下，荣好见你的精神，时代眼里万物流风。前队，后队，左队，右队，你多给左队，万有一天先锋队。他们负责。虽然讲客人的话，我其实听无啥有啦，但是咧，我头拄有听到前队、后队，这应该讲的就是咱客家迄个六队的故事，就是迄当阵啊，古早时代客家人啊，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家园啊，组了一个义勇军安尼啦。我头拄啊，徛伫咧外口啊，站在那个街道上听啊，我觉得大家的歌声非常有穿透力。哦，谢谢。敢有人听到这个歌声，亚手说我要来报名，有无？真的有吗？有，真的有。他们在天后宫表演的时候，我就被吸引过来，然后就私底下找团长。哦，是。被我们的歌声吸引过来。这一位应该是七八年级生，那您也是7、8年级生，是不是？对33年次。你干嘛参加这个客家的这个，咱咧讲乐舞团、甲舞团，甲舞团，你感觉对你的人生来讲，还是对你的下半场来讲，有啥物好处？哦，因为我本身就介意唱歌，啊参加这足快乐的啊！你看，要我年岁算上大的啦吼，但看到我家己主动降级啊。我了解，都是你的心情嘛变较少年对不？对。少年款安尼就对啊，哦。去的了。晚来三月花艳了，秋半花地，秋半樱花地，秋半花地，花地共生年罗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就下课喽。所以志成阿伯啊，是，我就好奇的呢。为什么你这么爱兰花？第一次接触到兰花的是我高中的时候。是。高中一个朋友，他就送我一颗那个加德利亚兰，白花红心的呢，很漂亮。退伍以后呢，我就刚好一个机缘进到那个兰花园的公司上班。就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兰花，非常喜欢兰花，然后就盖了这一个。哇，您跟植物的相处，其实
会变成是你生活内底一个，咱咧讲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咖比哦，生活中一部分哦。我本来还想说是一个调剂，结果没有，已经是一部分了。对。您这个展开的这一段下半场人生，在我看，我是感觉很饱满、很丰富，而且就无同款的。我本身就很喜欢音乐了，好，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在新的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啊。哎，你不能说年纪大了就是什么事情就不做，就会感到比较无聊，人生就比较缺少什么一样。就是讲吼，咱吼袂用家己框架住，对不？对。你若想要做，就勇敢的去做就对就踏出了。这一步，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马上去做。安尼咱今仔日可不可以跨一小步？我来唱阮这个下半场练习生的主题歌。我大概哼啦，那您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来搭配一段 B-box， 好不好？试试看嘛。好。好。一、两、三、四，啦，哒哒哒哒。你一世人，拢是为着别人在打拼。年岁愈大，无啥烦恼，煞唔知要创啥。哈哈哈哈哈！下半场练习，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我的拍档绝对对。是这无？时间差不多。走。啊，这么早？走。咱有个时间准。对呀。很好，年轻人就很好。哎，今日吃安尼就是了。安尼啊，运动就是安尼。好看。好看吼，就无想80几岁啦吼。是啊，阮这有网哦。我头拄有摸嘿吼，嘿啊，迄访问嘞。啊，咱先来，这嘿，这运动的吼。哎呦，哎，我无想到，嘿，阿伯6点半，这就叫老嘞啦。阮这就老嘞。就这啦，那我们就慢慢跑哈，吼。好啊。那你要跑绕一圈，或者直跑？看你今仔日要安怎走，我就对你走。好啊。若要参像秀英阿姨你安尼要比赛，全台湾找无在的啦，真正的。嘿啊。我即摆看阿姨的这个背影啊，哦，有够水的这个画面。看到阿姨的形影，我感觉阿姨真正有够健康的。80多岁啊，安尼走，安尼体力，真正不简单。这吼要有足大的毅力啦，有迄个决心，才做会到。这里可以做运动。好，会用的。哎，这个拉筋很好，这样拉很好。哦，爱哭的。爱哭的。哎，不一样就不一样。对啊。全身都拢有迄个对了。秀云阿姨，我会记得你那个是少女的时阵。啊，初中的时候。嘿，早囡仔的时阵，你就开始在走啊。啊。那个时候在学校啦，这个读书的时啊，就是有一次啊，我一口讲打触角，我是抄给他卡啦，我就打触角嘛，因为老师看到，啊，你口罩就踩，叫你出来做田径的，啊，这样我就哦，哎，那个老师，
有干讲，咱你讲会的字。对对对。你有一个称呼，喷射机阿嬷，就是当时代表学校嘛哈，到外面去跑啊，有一些男生啦就看我跑啊，他这个好像是喷射机的，他是这样讲而已啦。你速度伤紧啊！跟他讲，手一个都给你啊！啊人呢？你就找你那个跟他喷射机，安尼就给他笑啦。所以说为他在屌的。就对你一世啦。慢跑是要脚尖先下去。哦。卡尖嘛是，卡尖嘛是的。这就是哇，tennis 的篮球，所以这算是你的球友。对，这阮大家早，我今日来较慢。早，老早。秀芬阿姨走表了，佮继续来拍 tennis。水。为着要了秀云阿姨伊拍球的迄个英姿吼，所以吼我嘛爱对伊安尼走来走去呢。我无真正对拍，我敢对伊安尼走来走去，我已经感觉淡薄喘啦，对啊，所以拍这软的 tennis 吼，真正我感觉对体力来讲是更加困难，而且伊迄个手骨在在啪啪，有听到迄个声，感觉有够爽的。啊，谢谢。4比0。哦，哇，好，谢谢，谢谢。咱这是比健康的啦，健康，哦，唔是比输赢。嘿啦，健康。我头拄仔看你咧拍这 tennis 啊，因为这是软的，不是定的，因为定的 tennis 球会家己走过来。对，这你要去热。要追，你看我们都好像在赛跑啊，对啊，就这样追啊。啊，为什么你个人都较爱这款呢？因为这个用力比较恰当啊，也是要有动，要有跑啊，对啊，那结婚比较有耐力性的啦，真的对我们体能来讲是有动的。你看我在慢跑只有2条腿，手这样子动而已，眼睛、脑筋都没有动到。这个的话，你通通要加入，对呀。行，一天的开始。好，谢谢。上班时间车足济，所以你嘛唔免靠时势，家己载啥，你拢家己看车帮，家己坐车呢，家己爱啥就啥。安尼你算是 independent， 正独立的啦，独立的阿姨。我无新妇啦，无闹新妇，到最后闹废去。所以你真正足独立的，你观念足新的呢。哦，理念不一样我们的想法真的，现在年轻不像我，尤其是我跟人家更不一样。对啊，真正无敢管。请来啊，记得你。阿姨，你上班为什么搁爱买菜哈？因为这个季节苦瓜足苦，苦瓜通贴火。是你苦瓜甲这排骨淋做伙来煮汤安尼通会到时阮来遐工作人员通用，所以你伫遐上班，你嘛爱负责大家应用的对吧？这个是我的心意，啦。
我们甚至那个通知单寄出去了。哦，寄出去了。寄去哦，这一次好像很多人哦。你看一下。好像是这个月要送，对不对？哦，我底卡都要卖几啊支啊。学会应该唔是干那这尔对不？应该有足侪课的嘛，因为咱这是服务老人的时代啊，大概有啥物课哈？对，我们课程很多。我们有这些课程。哦，有这个本迄萨克斯风，啊嘛有手机啊、摄影。今仔日会到。哦，今仔日嘛有这。对，这是在时啊。嘿，咱手机也是会保持啊。了解，啊嘛有弹迄乌克丽丽啥，学会活动是足济，像这是晚会的，大家咧跳这弗拉明戈，那个时候嘿。对，啊，还有一寡你去爬山啦，啊，个哇，这是你迄当阵我看第17届吼。即摆20届哇。2年一届讲。系啊，你这是参加几项的？我这4项。4项都是100、200跳远3级。啊，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咧挑战，对不？对，挑战自己，真的。无论你几岁，你都想要挑战。对。这个是同学的哦，大概起些 HDR 的赛。因为 HDR 按部的层次，要有细节。咱知影一张画面内底吼，上光的所在拢是目睭会去影响到的所在。啊，所以咱尽量是可以好，可以较暗一点。大家有啥物问题啊？无？那个，然后波特效果也有 HDR 对。都一样，都一样。安尼较水啦，安尼较水。对啊，做到嘞，你这课很好，对，大家都会分享家己对，我大家都记账哦，都记起来，不是听而已啊，他们都记啊。系啊。啊，所以长久这是较静态的啊。最近刚有要出去佚佗。有哦，你要去哦？会使吗？那个爬山。哦，好啊，爬山我会使啊。安尼，当我上过爱更加认真，爬山我嘛会去一寡上吼。哦，安尼就会当运用，好。秀云阿姨，你看这光啊？对呀，就是耶。对呀，几部自然的对。这个猪我都不认识它。青苔那一类的，嘿，安那种就是对。这个是蕨类。对。那这个就是猪脚楠，楠树有个特征，它的叶子闻起来都会有好像草灰搭那个味道，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捡起地上的落叶闻闻看，真的像那个电线走火的味道。猪脚这样，非常的猪脚。秀云阿姨，今仔日这个行程对你来讲是小可代志对无？嘿，是，喝咖啡。哦。哎，跟他休闲咖啡，嘿，对。是。大家莫叫是，我即马喘是假影，无，我真正足喘的，因为咱秀云阿姨哦，伊的脚步真正有够紧的，但是我看伊拢袂喘，我在想讲，伊咧爬山应该有啥物撇步，紧来甲头乌几步啊！阿姨，你脚步真正足紧的，你敢有法度打1档？一送的就好啊，安尼慢慢行。还是你行进惯势啊？行进惯势，我爬山一定会快，我会慢，因为你慢的话体力不多。啊，常像咱咧讲啦，
落架的时阵吼，是不是爱搁较特别注意啥？比如讲骹头污还是啥物款的问落题？架是不要直通，嘿，乖。我看你骹。路路往这看哈，你就像斜斜的哈，斜斜到这边你就慢慢斜斜的，嘿，有一个角度，嘿。安尼脚较袂直接。好啊，啊无咱等下有感觉的时阵，我来翕你看你安怎行安尼，嘿。所以就是安尼，咱 Z 字形的就对啊。对。哦。安尼你脚袂去着伤。秀云阿姨，你感觉吼，咱的人生下半场，爱参像什么款是上好的？健康第一。健康。健康啊，金钱免想，你有健康，自然都有三顿通食。你有迄活力，吼，啊，心情若好，唔免烦恼讲三顿无通食。安尼讲的就是讲健康第一，你若就算你搁较有钱无健康，你啥物嘛食袂落，是这个意思。对。啊，过来呢？莫靠囡仔大细，靠家己。啊，你靠家己就是爱身体好。所以我就真爱讲，我伫社会已经10几年啊，我拢带动，我自然带动，甚至我家己来出钱啊，台面来互食，就是带大家来活动来健康的啊。参像你即马在你的计划内底啊，你敢有啥物代志搁要继续挑战的无？敢有？我最后一挑战就是世界运动会，是当时的2025年。哇，呢到时阵我爱去迄运动场，甲你喊声加油哦！希望。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各位咱的好朋友阿公阿嬷、大兄大姊，大家拢老早。大家早，大家快乐。你有想要退休哦？有咧。但是吼，你退休你要创啥？退休哦。嘿。有3方式呀。哪有呀？你退休一定做迄个低头族的。低头族。啊，若要上线的朋友来29730370来安排好听的这个歌。你做完嘛？啊，你拢要 M 会吗？用英文。用领拢 M 会。两领拢英文。好。我做人啦，人就按着我两领。就是我英文，我就是我立刻我是。哦，好。你给他泡一次牛奶，给他喝看看，这样子。咱若是听到别人讲啊，我4、5点吼，就爱起无用啊，咱就会想讲，这吼有可能就是住伫咧庄卡所在，时代伊做事人的生活安尼。但是呢，伫咧食这安安妈甲中医拍，因两个吼，听袂讲就开始起无用啊吼，为着梦想，为着家己爱的头壳，其实吼，因两位已经会退休啊，但是伊嘛是安尼坚持做落去。超过30趟啊！我你想袂到。你要填到这样不是吗？就这样去跳。好 ，OK，就这样哈。好，有周前的安排规划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要电台搁做一个插播一个，啊，咱小等的才过来。恁即马所收听的是197.3。对。即马这个时间是广告的时间了。没有电台，它要插播。插播，这算插播。它也是3分钟。3分钟的时间。拄拄啊好是传食传料的好时间，哦，3分钟哦，安尼紧，安尼是不是爱计时哈？我对听就知影，听就知影，搁3分钟，快速听过来啊。他3分钟就过去。所以讲阿妈伫咧遮传食的，啊，时间爱听外口的声音就对啊。刚好在家里啦，不然也没办法以前。拄啊好安尼吼，家庭甲事业拢顾会到，对无？你若我等到我好来的时阵，搁传到甲几10点去啊！阿嬷要食饭啊！哦，对。嘿，阿嬷要。款小姐。啊，款小姐要食饭。有够青草的啊，真正是早顿爱食甲参像皇帝安尼。嘿，我们早餐就这样啊，我就是煮早餐，
啊，如果剩下来的，就晚餐就全部都把它吃完。这个有一卡咧滚的呢。迄个笋仔汤。笋仔汤哦。即马系长条时的笋仔汤。感谢要收回啊，好，对，完成啊，对咱这个所推荐。放料啊，然后就。好对，2856633的电话。这个第2单元吼，谢谢感谢。第3阶段，我是安安，我是中医，伫这为咱朋友联合主持服务。咱今日呢，阁邀请到讲吼，咱这个公共电视台台语台下半场的这个练习生的主持人楚婷来到咱的这个现场，大家好，大家早安。今日邀请伊来到这吼，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下半场的这个练习生，什么叫做下半场的练习生？咱常常咧讲啦，咱人生的顶半场吼，其实拢是有一个咱咧讲有阶段的。吼，就是这个阶段，我要做啥物代志？这个阶段我要完成啥物目标？就是咱的今日是说，有成就了后，吼，大家拢成家立业了后，偏偏咱时代煞唔知影刷落来要做啥。对，这下半段的人生吼，我的概念是讲，我永远拢无退休，除非上帝甲我收回去。蒙住温家。啊，所以讲咱拢定咧讲下半段的人生吼，恁亲像讲吼，恁要安怎去过？有人都我都食老咧等迄尔，对无？唔好安尼想，每一工拢是甲当做最后的一工，食老人生70才开始嘛。70才开始。嘿，对啊。绝对唔通安尼，绝对唔通诶，绝对袂使。 70才开始享受哦。70继续精彩，继续。时间的关系。今日关于咱直播进到这，咱期待明仔早起5点到8点，那这个到底小酒来喝咯。再见，拜拜。拜拜。完。哦，多谢呢，今仔日互我参与到啊。阿宽小姐，你好，搞早，阿嬷搞早。我感觉足神奇的呢，安尼节目安尼哪动，早就已经好啊，有够厉害。来嘛，开动啊！好，多谢大家。咱咧讲早顿，毋是爱食了长像啥皇帝，对啊。我感觉我今仔日总算是体会到啊。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早餐啊，早餐阿妈都这样吃啊。而且我感觉吼，有阿嬷伫的吼，这个早顿更加重要。为虾米呢？这是甲一家伙安尼靠斗阵的时阵。他们就讲趁这个时阵吼，来讨论讲，咱比如讲 YouTube 影片要拍什么主题。对呢，这 YouTube 影片啊，其实我嘛看一阵啊啦，但是那一开始，那个是三年你家己咧弄的对吗？对啊，阿妈甲阿宽阿嬷是然后再搁加入的嘛，对。因为一开始我家己拍，较无人看。是真的吗？你拢讲营养学，我甲看，我讲我都无爱，我讲你逐工咧拍迄，我讲我都无爱看。连你拢看袂落就对啊，家己后生呢。主要是营养的迄个知识都是解无了的。了解。啊，后来就是因为甲伊拍片，就是因为迄支影片订阅数多了大概1万人。熊熊安尼庆管奖是不？原本几百人，忽然变到1万人这样。就是有慢慢加入的时阵。啊，后来就开始啊，阮就煮一好看。啊，若亲像恁遮尔无闲啊，亲像阿妈甲综艺吧，透早天也袂光落去无闲，啊，刷落来3年等下搁要无闲代志，你拢啥物时间咧翕拍迄个 YT 影片？一般拢是11点开拍。对啊。啊，毋就是等呢？系啊，等一下。啊，若是要买菜啥，都嘛是等下来买啊。就先赶快去买一买啊，然后给人开拍。哦，安尼，今仔日我带带你来买好啊。好啊。哦，对啊，买就好来翕吧。对啊，因为我这个你一工的裤子拢摆到满满满安尼。买菜哦。嘿啊，买迄影片啦。所以拍摄是比其他行业更辛苦。
有当时 NG 做这个。那安娜嘛，啊，我有看在那个 FB 有看到你在煮，可是我吃素的，你都做荤的。啊，我有出素的。哎呀，我都看到你了。有，我有。真的，都有粉丝。哦，你看，你有多教素的啦。你拄到你粉丝嘛，拄到我粉丝。丢素的。真的哦。啊，我有煮素的料理，你可以去看。过年的年菜。他煮熟呀。好，谢谢。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哇，真高兴！真正拄到你的白酱，我是个拄到你的。要买芹菜、芹菜，嘿，芹菜，这种的吗？这较幼的幼腐的。番茄也可以用得到。卡玛豆嘛真好。嗯。 132要。谢谢。阿妈，常像你要翕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啊，你会特别紧讲较水啊，是安怎无？还是其实青就好？就紧较青的安尼啦，新鲜的袂使烂的。哦，了解。常像阿妈头拄安尼，你拄到你的美酱，是机会有济无？哎，现在很多呢。真正。真正啊，行出去讲哈，你阿妈吼，表示讲你转型有成功。这嘛是我想袂到的啊。我就想讲，帮营养师讲啊，伊就叫我煮，我就煮啊。我嘛唔知讲，哎，他意外收获就是讲，哎呦，我对捌看过你呢，讲你伫倒位看，哎，佫想想的，啊，手机啊内底，啊，你营养师哪有啊？来，3、2、1。哦，这不错嘞。这样，因为这个就是全谷类的食材，你刚好就是把它配起来。哦，你无用啊，阿妈。头拄我甲阿妈去买菜，等下要去影片哦，吼，网络的影片，你稍等咧，等者哦，吼，稍等咧。莲子是刚刚买的啦。他推销你就买。嘿啦，没有啦，看到那个。哎，你也知道它是全谷类的。因为我在碳水啊，好的碳水。嘿。你就这样买。嘿。然后这个等一下把它加在这里面啊。就增加蛋白质。对啊。蛋白质。阿妈。各位当。什么你要烫加卡？哎，安尼脚有无我穿管带？他做事就习惯把高跟鞋丢掉，这样比较自在啊，自己家的感觉。我来看一下，哇，足侪料是头拄仔才买回来，即摆伊算到差不多啊。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做这个够脑的料理。对啊，好。爸爸来，无挂。会使吼，互伊家己。阿嬷是古外的正经有刮到对无？开刀啊，哇，这个关节啊，一个月月尔啦。髋关节哦。嘿对，在遮。啊，所以伊这古外的原来真认真咧复健哦，复健。 90岁啊，佫会来拍片哦。对啊，真无简单。系啊。OK， 来，我们来个开场哦。5、4、3、2。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桑尼营养师，上你营养吃。我是营养师因阿母，我叫安妈。我是范小姐，过来上班啊，大家好。最近是不是记忆力不太好？不太好。 我常常袂记得东，袂记得西，甚至呢，有当时你叫我买这，我就袂记得一项，就袂记得第二项啊。忘东忘西。甚至呢，困伫我边仔迄个人，我有当时干咪嘛。这样是不是比较开心？那今天讲了那么多，你要怎么煮？哦，这个就很简单啦，赶快全部丢进去啊！但是阿妈的习惯还是每一样都要爆香。 色香味通通要有，俱全。嘿对。
嘛，吃看麦。烧啦，这烧才好吃，看烧吃。你来。真有这个食材这样现煮啊，更都吃得到每一个食材的原味。就把它全部丢进去边煮。对啊，很鲜嘞，很鲜啊。是吃。阿妈，敢好吃？该好吃。那你要给伊几分？哇，我这差不多7分咯。哇，气氛很高咯。真悬分呢，对啊。阿嬷的迄个品味是足悬的哦，对啊。太好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加分享，还有订阅哦。啊，记得开启小叮当。小叮当。他们终于可以吃了，对不对？阿妈，哦，我安尼对你规工吼，我真正感觉要做一个 YouTuber， 无简单，事事人人拢爱家己来，对无？嘿，对。对啊，啊，所以讲，你较早有看过人迄网络的影片无？有啊。有，啊，你看人翕，啊，即马家己来翕，来做 YouTuber， 你有啥物感觉？我即马吼，因为我较早看人的时阵，我就讲，哎哟，啊，迄人哪较牛安尼尔。我嘛无想到讲吼，我有一天会变成 YouTuber。其实我到即马嘛唔知我是 YouTuber， 咱讲正经。但是咱早起伫菜市啊拄着人，甲你拍出来，你都有感觉啊，对无？很有感啊，那个对啊。啊，你有想讲吼，即个影片要翕到几岁无？我想要吼，食较老，啊做较老呢。因为即摆年代无共啊，我不爱像阮阿母因迄个年代啊，我食老我无效啊，袂使安尼。啊嘛袂用讲食老都营营无代志，有代志做可能搁较好。真诶，你有代志做吼，人你才会感觉讲你有价值。好啊，我搁会当互人有利用的价值，我要甲伊利用到讲吼一天啊安尼，伊已经差不多结束啊安尼。